嗨，我係 Eric，住喺怡保。我同我老婆都同樣係音樂及舞台藝術工作者啊，即係教人唱下歌、彈琴、打鼓，間唔中做下舞台製作、寫下歌，都拍下 video 咁啦。平時同一般人一樣，為生活工作，早出晚歸，使用平時用開嘅交通工具，到達目的地。返工、放工、約會或購物等等，當然做下運動係唔少得嘅。講扮靚更加唔少得女士們嘅份啦。跟住落去嘅片段係我同啲朋友嘅故事。哇！咁塞車，咁揸法遲到㗎咯喎！先冇嚟嘅。哦，係咯，我屋企上馬術班，今日6點幾鐘搭火車。都係㗎咯。呢啲卡一樣我都上。冇升。車啊上好貴。係啦，呢度啲人啊，仲話我哋有好多卡錢。係咯，8月28都搞掂。OK 咗啊！今晚就有啲上要12個嚟，12個要得6個要得，有2、3年又得翻2、3個留低，冇辦法，好似個單位一樣，我搞到你冇幾多時間做我哋。咁啱嘅，係咯，有啲攰，連今朝6點鐘我大喇叭都聽唔到。你都問我講講咩？係啊，得晏啲時候會去㗎啦。我依家有電話。呀，點知阿媽？沙包。咁呢個單做乜要刪？OK，下面呢啲繼續嗱。哇！咁早開嚟，係咯，快啲叫佢食啦。濕雪㗎。請問你叫什麼名啊？傻瓜。傻瓜，我們都一樣。假裝。不要假裝唱啊，真的唱啊。繼續等待，還心甘情願的。不干我讓別說。有沒有覺得這些什麼東西？沒有。全世界我也可以放棄。There's no on your face, let me know that you need me。為什麼你會來？其實。因為我很有興趣參加唱歌和舞蹈那些。其他別的興趣嗎？沒有。There's always gonna be another mountain。今年幾歲11。在家多數也是拿麥唱歌。三年是什麼？只有手很多。一些日文字。So that's that。OK，謝謝你。Kat 啊，聽講呢行都幾好揾嘅喎。睇行情啦，有時啊1個月有幾單 show，一時啊半年都冇 show 出。KL 或者新加坡就唔同啦，閒地1個禮拜可能幾單添。我個 friend 喺呢度做工嘅，佢話咧藝術呢家嘢好揾錢㗎，化妝都嚟㗎。咁你唔出英國發展嘅？你知咩叫藝術咩？Excuse me，化妝都係一個藝術好嘅喎。我冇，因為咧我始終覺得咧喺自己嘅地方舒服啲，起碼都同聲同氣啦嘛。咪係咯，喺度更粗喎，都好過喺外國俾人嘅愛。